今美国内无新增加病例，现时总共有398人解除隔离。指挥中心表出连日要用防疫挨严，希望未来国内确诊数唔好继续增加，会连指。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头暗晡6點會用視線嘅方式來開，不過台灣孟蘇島邀請函，政治中講對孟蘇島邀請函表達遺憾同不滿，韓國會同世衛秘書處搞出抗議信呢，要呼籲 WHO 唔好被政治因素影響到。一般講係無薪假嘅減班休息勞工，最新統計人數超過23000人。勞動部長許明春咪講，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到當好，不過還係貿易島國，受到全世界經濟影響，同歐美猛恢復下，再嚟考慮到國內無薪假人數會繼續增加，不過面試速度還好。國際疫情還係當地開，美國、俄羅斯同英國也下確診數係前3名，巴西確診數面試係全世界第4。另外，已經封鎖為2年嘅印度，疫情境內更厲害。一下竟然有9萬人上人感染到，印度政府宣布要同全國封鎖期放長到5日大。前一波嘅南韓疫情又合緩呢，不過現時境內還係不時會有病例出現，梨泰院亞點嘅群起感染已經出現嘅第4胎嘅感染病例。